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珠寶漲知識嘅時間。收到好多客人嘅分享，話喺某某公司網購珠寶嘅時候，往往同實物有好大嘅分別。為咗避免大家中伏，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喺網上面買珠寶嘅時候要注意4大嘅貼士。第一點，留意顏色偏差，破解照片。網上相片好多時會經過調色，令寶石顯得更加艷麗、更加火彩。但係當你收到貨物之後，發現粒石又暗又淡色，建議除咗睇寶石，都要睇埋相片嘅背景。例如相片嘅背景顯得過度優化，背景顏色往往會異常艷麗，例如皮膚變得好紅，或者背景嘅雜物極其深色。第二點，拒絕視覺差誤，大細唔好靠估下。點解睇相嘅時候粒寶石咁大粒嘅，但係收到貨嘅時候同想象中生得好遠？建議要求珠寶店將粒寶石擺喺間尺旁邊影一張相，有咗精準嘅量度參考，大家就自然一目了然啦。第三點，確保單據清晰，核對成分細節。最驚收到貨後唔知自己買咗啲乜啦，或者成分不明。建議單據上必須清楚列明成色，例如 18K 或者係 PT950。其次就係寶石嘅種類同埋重量。清晰單據喺日後維修保養嘅重要憑據，對消費者絕對係一個保障啊。第四點，小心網購，收貨後揾唔到人，有問題都冇地方去申訴。建議選擇有實體門市及有信譽良好嘅珠寶店，萬一網購後任何售後需要，都有固定嘅地方可以查詢同跟進，唔使變孤兒貨啊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大家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歡迎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，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你有啲咩想學想知。拜拜，下次再見。